主内兄弟姊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今仔搁再来到主的圣日，咱三合做一个，借着这个梦顶来敬拜上帝。虽然咱无三合聚集，但是咱伫心灵伫梦顶，咱三合聚集，将神的话来放伫咱的心内。互咱增加力量，伫即个末世多灾多难的世代当中，咱来得到上帝安慰，得到上帝互咱的快乐。今仔也是真特别的日子，来纪念 MCBC 马尼拉华侨浸信会的这个68年周年纪念啊。咱的教会是伫1952年4月13日虽然已经换几日，但是袂要紧。咱来感恩上帝这多年来，互咱的恩典虽然经过风风雨雨，但是神恩典够也咱用，神丰盛的恩典来成就互咱，一直咱到今仔日，继续来传福音，继续来侍奉神。无论伫本区本地，也搁伫别个区域，伫别个所在，仍然的来为主传福音，来设立搁较侪教会，互人搁会听到福音来归向主。这是咱教会继续无应该停止的工作。求神施恩。赐咱力量赐咱恩典，互咱恩赐，通来侍奉伊，叫神的名得到荣耀。今仔日咱要过来唱几句第一歌，就是借着一本册叫做《天人短歌》Heavenly People Choruses 内面大部分是苏祖阳牧师所写的。顶摆伫少年的时阵伫报道所经常的唱跩歌，一阵唱起来，也佫感觉真亲切真亲切。来，这歌要甲大家三合唱的，就是神啊，求你Oh God, search me 伊的歌词是安尼：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指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来，一起唱：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再来一遍：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感谢主，真好听，佫真有意思。还有一句歌，就是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咱三合来唱。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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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从圣经来的，这拢是对圣经内面来经文来编做诗歌。还有一块就是等候耶和华。这等候耶和华就跟咱今仔日讲的信息也有关系伊的歌词是安尼：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这个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0章第31节伊唱法是安尼：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这是对圣经来的诗歌，感谢主的恩典，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原在保守阮、保留阮的生命，一直到如今，为着是要荣耀你，来侍奉你。主若不是你的恩典，阮无法通存留到如今。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来赏赐福气。互阮有机会通来侍奉主。上帝阮知影现在伫普天下有真侪人伫这个疫症受困扰，真侪人痛苦忧伤，有的亲人离世，有的人仍然伫医院内面痛苦忧伤。求上帝你怜悯因，求主你也是赏赐因经济上所需要的。当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主互因经历到上帝恩典了后，出来继续来为主来传福音，来荣耀上帝你的名，来做见证，来所剩主的恩典。怎样伫困难当中，你怎样来甲因同在？怎样来引带因来行过这困难、这病症？感谢主。今仔日借着你的信息来勉励阮大家，求你的圣灵来感动阮的心，加添阮的力量，互阮伫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亮光，来得到鼓励，得到力量。阮安尼交托你，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问上帝。或者咱会用诗人的一篇的诗，叫做《天问》。天问伊的意思也是说问天的意思，就是问上帝。这个人咱世间人伫世间一定有多少少的痛苦、困难、患难。当咱拄到这患难、痛苦的时节，咱拢愿意得到一个解决。但是有时这问题无法通得到解决，
无停的继续的伫安伫咧受苦当中，特别是咱生命的问题的时阵，拄着遮问题，咱会问：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今仔日咱的题目，这个天问就是问上帝。这个天问啊，我是借着中国古代的这个诗人叫做屈原，可能有个人毋捌哩，但是咱也提到这个端午节，咱大家人拢知影。什么是端午节？端午节是怎样来的？伊是伫时啊来庆祝啊。端午节咱是伫每一年农历每一年的5月初5啊，咱叫做端午啊，就是日狗真端正正的端午节啊，12点。那这个来源哦，是来纪念这个中国的这个建国月期啊，这个楚国人啊，伊也就是伫湖北省的这个真忠心爱国的这个做官的人啊，伊是伫公元前第339年到278年BC 就是伫真早的时节咯耶稣出世以前诶300几年前伫建国的时节，因为这个人忠心伫这个国家来侍奉，来服务的，跟当时的国家得到一个国家的赏识，因为真有才情佫会做事，学问真好，佫忠心所以对国家真有贡献。但是后来迄个国王死了迄个旧王叫做楚怀王死了后，新王是叫做卿襄王但是这个新王受到当时伊的下属伊的这部下对这个屈原的怨妒，常常伫这个新王的面头前讲歹话来造谣伊伫到最后呢，这个屈原无重用伊咯，甲伊流放，就是甲伊派去一间无重要来小的所在来做阶级的官。后来伊太过伤心了，伊看到当时的社会，看到伫王宫内面的人这个败者，人会贪官污吏心内非常痛苦非常的痛苦伊讲一句话伊讲世间人拢伫咧啉水了，孤单我，独我醒起来，独我是醒的世人都咧啉水了，孤单我是醒的，是清醒的。后来以前伊有写真侪诗偏像有诶，甲伊称呼做这个中华的始祖中国人的始祖是慈父之祖伊有捌写到迄个楚辞离骚咯、求歌咯、求将咯、天问咯、这些诗词拢是真水写得真好，到今仔日也好真侪人咧欣赏伊的诗其中这个天问伊讲到真侪问题原来伊真有学问想到天地万物有真侪袂明白的伊伫这个诗句天问的这个诗内面伊一共有写了这个374句，伫这个374句诗内面一共有172个问题，有172个问题，问讲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这个天地万物是会产生出来谁创造的敢若有遮山、遮海啦，遮天地万物，有太阳、月亮有遮星星这是怎来的
有真侪跩大自然界的问题，伊未明白啊。当我咧读到伊的跩诗的时阵啊，我想，伊若是读到咱圣经的旧约头一章吼，伊就会明白，圣经内面有真侪跩大自然的出现，吼，上帝的创造，伊讲啊真清楚，吼。伊若是早早读到跩神的话，伊就会明白啦。抑个伊生命内面吼，因为人的败罪，伊心内的痛苦，伊明白当时的罪恶，伊是一个爱清气的人，伊是一个正直的人啊。即亲像旧约的有一个约伯安尼，伊是一个真正直的人啊。伊看到跩罪恶啊，非常的艰苦心啊，非常的艰苦心。最后呢，既然啊，伊的国家无要用伊，甲伊摆脱，伊伤心到极点啊，就是投江自杀咯，就跳落去江湖内面啊自杀啊，跳落去一条叫做汨罗江内面自杀咯。后来人啊，就到伊死的日期吼，5月25就包葬就添落去江湖咧听说也是预防跩鱼咧食伊的身躯啊，虽然食这个跩葬有白灵船哦来庆祝来纪念这个诗人啊。忽然心中的问题真亲像咱现代问题。咱世间人有真侪代志，咱无法通用科学的先进的科技来解决咱人生的问题有一寡问题是古今中外永远是无法通得到解决的。亲像什么问题亲像罪恶的问题亲像痛苦的问题亲像死亡的问题跩人无论用什么办法跩无论这个世界怎样的科学的先进这三个问题拢无法通得到解决罪、痛苦、死亡，人有可能靠着人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无办法。所以呢，咱来问，人为什么发出这些问题的？有几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就是因拄着真侪苦难，本身经历这些苦难，心内非常痛苦的时阵伊就发出了这些问题。为什么说落去呢？就是有的人的国家拄着危机咯，靠着伊的力量，伊无法通得到解决想过爱国心内真爱国，心中有所爱，但是跩无法通得到解决，伊国家的问题无法通得到解决伊的心内就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说落去就是人因为看到这个世间万物在自然界的发生，真奥妙无法通解决的。到底这个天偌悬偌深到底这个世界有偌侪星这个宇宙到底较偌大？有真侪在问题，今仔日的科学家也无法通得到解决的。但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知影一切，因为这个天地万物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人伫未明白伫摇曳的时阵，伊就对心内发出一个问题出来。抑过来，当一个人身躯有病痛咯，健康受到威胁咯，当伫伊的生死关头的时阵毋知影伊的灵魂离开了世间，要到倒落去所以伫这个黑暗当中真惊吓。伊问出问题：我死后要去倒落我记得我是大人，我的老爸临终以前几日，我伫伊的床边，伊问我这个问题。伊说：我的囡仔叫我的名。伊讲：我若死了后，我的灵魂要去倒落感谢主，伫临终的时阵
伊会问这个问题，我就靠主的恩典来向伊来讲福音。人就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伫伊的生命内面，伫伊神的面头前认罪悔改，伊过去犯的罪，谦卑的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耶稣的宝血要洗清气咱相信伊，接受伊，承认咱是一个罪人，接受伊伫咱的心内。耶稣伫十字架顶来洗清气，来代替咱的罪受刑罚。咱来接受伊，咱就成做义人，咱的罪得到赦免。上帝永远互咱永生。感谢主，伊伫迄个床边就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扎甲基督。过无几日，伊就平安的离开世间。这是人伫生命伫尾站的时阵，问出这款的问题。我盼望咱每一个人毋通行到迄站，人生奄奄一息的时阵，才接受耶稣；无伫活的时阵来享受更较多神丰盛的恩典。耶稣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真侪人毋接受主耶稣，一直了到临终的几分钟才接受主耶稣，这是危险。但是也感谢主，最终伊也是接受主了。有个人为什么向神发出问题呢？人互人欺负了，互人攻击了，伊无法通忍受了，无法通解决了，真极痛苦的时阵，就向神问：神啊，为什么啊？有的人被各款的歹的习惯，叛骄、水咧，真侪恶习惯、吸毒，也有真侪无法通得到解脱，真痛苦伊就发出一个问题：明明知影伊毋对，但是无办法，无要做，无迄个力量说毋去做。明明知影对，也无迄个力量去做对的代志。反正伊的心灵内面有一个真大的挣扎，真痛苦。咱就圣经内面新约有一个真出名的人，叫做保罗。伊就是伫伊的生命内面有一款的经历。伊讲出一个问题发出一个问题。伊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啊有法通救我脱离这个要死的身体啊！”哎呀，伊讲到咱这个身体真软弱咱这个身体有迄个罪恶咱生出来有迄个罪性附伫咱这个身体内面所以咱这个人这个肉体常常互咱这个罪恶来试探、引诱，各款世界的罪恶来引诱咱。咱就知影，头壳会知影毋对，但是无法通拒绝，犯罪安尼做，所以真侪跋筊的人有会斩手，犯罪继续跋，将家己的生理跋了去，家庭破裂了。无生理做咯，犯罪无迄个力量，通去悔改，无迄个力量来拒绝做无应该做的代志，结果就无停的痛苦，一直到非常凄惨的地步。求神怜悯。为什么保罗会安尼因为伊知影人性这个罪恶无法通引诱这个世界，伊知影内面有一个律伊讲，当我想要行善的时阵，却有恶，有这个罪恶来伫我的心内。当我想毋要做的代志，反倒当伫我内面
将我掠去，伫我内面交战，有另外一个律哦，伫我心中内面交战，将我掠去，叫我负重迄个肢体中、迄个身体当中迄个犯罪的律啊。律的意思是啥物啊？就是无法通改变的趋向、的趋向。哎呀，但是当伊信主了后啊，伊得到开脱咯。所以伊伫后来怎样讲呢？伫后来伊怎样讲啊？伊讲啊，感谢神，感谢神，因为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有法通脱离咯。伊有法通脱离咯，得到逃放咯。伊说如今啊，我伫基督耶稣内就无搁定罪咯，因为迄个属生命、圣灵的律伫基督耶稣内面来逃放了我，叫我有法通脱离罪甲死的律咯。咱这个人生当中啊，譬在罪甲死的律掠条咧、捆绑咧。咱无愿意犯罪，却是搁去犯罪；咱无爱去死，犯在着死。为什么啊？互这个罪的律叫死的律捆绑呢？但是要怎样法通脱离呢？保罗讲，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就有法通脱离了。今仔日咱这个社会顶面，伫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可能有真侪人，为什么因会跳楼自杀啊？为什么因会知影做这个无应该做的代志，都明明是犯法的，结果掠去关家区？为什么啊？乃是因为无法通抗拒罪的引诱啊，无迄个力量啊。唯独着信靠主耶稣，耶稣有迄款的力量来叫咱脱离，叫咱得到逃放。感谢主！今仔日咱的亲人朋友当中，若有一款的人啊，咱得为因祈祷，咱家己也是为咱本身的祈祷，时时刻刻魔鬼亲像一只嚎叫的狮，来到底来找怀要吞食的人啊，真可怕！咱一个放松、一个软弱的时阵，魔鬼的试探就来。当试探来，咱失败了，痛苦就来了，咱就被捆绑了。求神怜悯咱，逃放咱。另外一个人叫做约伯，伊一生当中有发生真侪问题。今仔日咱要讲到伊发出三个问题啊。咱在约伯是当时啊，伫中东迄个时代啊，军东迄个所在啊，形容伊的为人啊是一个真好的人。圣经形容说伊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就是离开歹的代志，无去做。伊阁是一个当时真富有的人，真有钱的人，好嘅人。但是这款的好人啊，有一日拄到一个真大的灾难，伊是当时偌侪财产呢、工人呢、下属呢。因为比如仆人是也做，甲因斗相共的，是一个真好嘅人。伊阁有10个囡仔，但是伫一日当中啊，财产拢失无去了，厝去烧去了，去毁坏去了，伊的10个囝儿死去了。伊毋但安尼，伊的规身啊，阁生疮。对头到骹底，拢规身生啊疮，非常的痛苦，佫无法通爬，爬就烂，爬就落，真痛苦忧伤。这个人伫外面、内面本身肉体、心情得到这款的灾难啊，伊就非常的痛苦。所以有的人就问啊，好人会拄到灾难未？这个问题啊，是从古到今仔日也是无法通得到一个解答的问题啊。因为这苦难啊，是随伫这个
这个世间的这个自然界，这个天地万物来，丧失进入的这个灾难，是临到每一个世间人。你想袂到的时阵，慌乱就来了；想袂到的时阵，贼的就来劫了；想袂到的时阵，飞机失事了，车失事了；想袂到的时阵，贼的来劫了；想袂到的行伫街路的时阵，突然阴晴单死了。咱最近发到真多即款的代志发生啊！忽然间而来，咱无可能答案。但是今仔日啊，这个约伯吼，伊发出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啥物呢？啊，头一个问题啊，伊约伯记3章11节安尼问，伊讲：我为什么未出世啊？抑搁伫老母的胎中啊？伫死去啊！敢若是我未生出来哦，我若无伫老母的腹内啊，就死去了。为什么无出苗胎的时阵就去断去啊？去绝去呢？这个遮好业的人啊，这个专有这个专完全的人啊，就拄着这个困难的时阵，伊竟然是说痛苦啊！到说敢若是哦。我若出世伫这个世间啊，我忍受袂了咯。较早死好啊！我逐摆会记得我的阿妈啊，伊也是一个信主的。伊若咧受气的时阵啊，伊袂讲歹话，伊逐摆讲死较好困，死较好困，有影死了就好困了，哈。其实死了哦，就这问题就无过来咯。伊最讲的会较粗的话就是即句啊，毋捌听着讲别句咯。我细汉的时阵哦，10岁以前哦，听着伊安尼讲哈。所以哦，人伫极痛苦的时阵，伊盼望说较好，毋免活伫这个世间啊，不如死去了咯，代志解决咯，是安尼吗？这个约伯啊，为什么会发出这个问题？我若无出世吼，伫腹肚内面死去，我就免受痛苦了。头一点啊，伊无想到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毋是伫人，乃是伫神啊，神来决定的。伫时要生，伫时要死。圣经拢有决定，是神来决定的。第二项，伊想讲人哦，无法通知影以后的代志，人无法通知影以后的代志，因为人的智慧啊是真极限的，是真低。咱目睭所看见只有真低，无法通看去真远的。咱若有法通知影未来的代志哦，咱就是神哦，因为哦。咱的智慧有限，因此咱人活伫世间啊，毋是靠家己，咱是靠神的恩典。所以人常常拄着代志的时阵，常常讲一句话，说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早知今仔会发生这种代志，啊，何必当时做这款的代志啊？我今仔日若做生意失败。我若知影这个生意哦袂趁钱哦，我就毋投资咯。你敢会想得到？亲像最近哦，有人做投资是生意啊，最近的这个疫情来到的时阵，这生意哦落去了，失败了，哈，真侪人公司关咧咯，生意关咧。你有法通想到无？无法啦，你有法通讲早知今日。啊，何必当初啊？人拢无法通想得到。搁说落去呢，就是圣经，咱就知影圣经安尼甲咱讲，伊说神造万物啊，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各按其时。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啊，有伊的时间啊。讨一项果子，伫时要开花结果子，伫时要花要凋谢，拢有伊的时间啊，拢有伊的时间。人的生命也是安尼，圣经佫讲，神始终所做作为人无法通参透，人无法通明白，人无法通看透。咱逐摆讲看透，你有法通看透？无法。人若看透就是神咯。因此咧，咱着存什么心态？当代志临到的时阵，最好的心态就是人着顺服伫神的安排内面，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就听候神的时间的临到。咱们唱的迄块歌，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听候耶和华的时间的人要重新得力。伊要像一只鹰展翅上腾，要像一只老鹰要飞起来，飞真高，来看真远。记载有迄个力量，上帝借着保罗罗马书8章28节安尼讲，伊说咱会晓得万事拢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照伊的旨意批调的人，按照伊的旨意批调。咱既然按照伊的旨意批调来到这个世间，咱也着按照上帝的时间，顺服伊的时间，顺服伊的安排，顺服伊的旨意。咱知影将来这个旨意是为着要叫听神的人得到益处，毋是要害咱。上帝是要叫咱得到益处，因此咱拄着困难的灾难临到的时阵，咱着安静听候，伫神的面头前好好祈祷，毋通亲像迄个约伯死了，毋免出世了，或者佫较无好的决定，就是找死咯，自杀咯。真侪人就是安尼。到伊无办法的时阵，就是以自杀来结束伊的生命。自杀的人，伊的将来如何呢？是毋是法通到上帝遐呢？关于这个问题，咱着好好的思考，咱着好好的问。约伯苦难的时阵，伊要找死。但是这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反应，无一定伊要自杀，但是极痛苦就发生了这款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出世伫这个世间呢？为什么我会甲迄个人结婚呢？为什么我要做这款生理的投资这款呢？为什么我要出国到迄个国家去啊？为什么？真侪为什么？约伯的第二个问题，第9章第2节，约伯记第9章第2节，伊安尼讲：人伫神的面头前，要怎样将成为义啊？要成做一个义人啊？这个义是怎样得到的啊？伊的朋友指责的，伊讲因为可能你有犯罪。得罪上帝，因此灾难这临到你人着行义最好责备约伯知影约伯承认承认伊的朋友的观点承认神是公义的，但是伊找不到一条互这个罪人成义的路。
伊说到底人要相义，诚做义人，行什么路，要做什么代志啊？啊，按照人看，约伯是一个好人啊。上帝也是安尼看法。上帝伊讲，共摩西讲，伊说你捌察看我的仆人约伯啊无啊？伊是地顶无搁再有一个人像伊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无做歹的代志。伊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伊将伊的囡仔为伊的囡仔来献祭，为伊的囡仔，以防因犯罪，逐摆伫神的面头前来敬拜祈祷。伊是即款的人，但是像约伯即款的人，虽然伊是一人目睭，神的目睭看起来是好，但是若对始祖亚当所留落来即个罪性，人拢毋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人伫神的面头前也是一个罪人啊！这个罪人要怎样清义？伊的罪要怎样洗清去？伫神的目睭诚做一个义人呢？旧约啊，是着太阳献祭、流血来献祭，唯而且羊会牺牲到伊的流的血，要来代替伊暂时的来代替伊。但是到新约的时阵，上啊是一只羊啊，上啊是代表羊啊。约翰是说，约翰施浸，约翰伫人的面头前，伊看到耶稣讲：“说恁看哦，恁看哦，这是上帝的羔羊啊！上帝的羔羊啊！伊是代替人来受刑罚的。所以哦，施浸约翰啊，伊看见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间人罪孽的啦。所以咱人啊，要称义啊，毋是靠着咱家己的行为，乃是靠着为咱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为咱流出宝血，代替咱的罪受刑罚的这位主耶稣。毋是靠着家己的行为，乃是靠着主耶稣，咱的罪才有法人得到赦免。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朋友，你若是也未接受主，也无得救的时阵，你可能伫社会顶面行真侪好代志，用物质、钱财关注需要的人，这是真好。但是这无法人接触迄个功德，以至啊，咱就诚做一个无罪的人，毋是靠安尼，毋是靠着行为。所以圣经怎样甲咱讲啊？圣经甲咱讲啊，伊说恁得救吼，毋是靠着家己，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啊！什么叫恩典啊？就是白白的互咱的啊，免费的赏赐互咱的，这个叫做恩典。伊说恁得救，本是靠着神的恩，也因着人的信。这并毋是出于家己有好什么好，毋是出于家己的努力，乃是神所赏赐的。啊，毋是出于家己的行为，免得有个人自夸，自夸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义人。自夸就是家己标榜家己的好。人毋是靠安尼来得救，是靠神的恩，也因着信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神的救恩就临到咱了。所以啊，咱今仔日要得救，要诚做伫神的目睭，诚做这个义人，咱是因信来称义啊，因信来称义啊。佮说落去呢，第三个问题啊，伊的第三个问题，
约伯记14章14节讲，人若死了，伊问题是讲，人若死了，咸会搁再活吗？人若死了，还搁再活未？这个问题伫现实啊，真重要。当咱看到真侪人伫这个病毒侵入到伊的身躯的时阵，真侪人会好起来，会死去。有诶，咱看到一个光起台，我也无观察，就是用迄个死的迄个笼，安尼挖一大坑，真侪人集体装伫迄个土坑内面，真可怜哉！咱可能会问，这死的人因得救未？在死的人，因会阁活未？将来耶稣阁再来，因会去天堂未？咱今仔日看到这个死亡的人数啊，今仔日的记录啊，是今仔日是世界历史的记录是19,111个人，全世界以后也阁会逐步死的人会增加，所以这个死亡搁在活这个问题啊，对咱世间每一个人拢是真重要，应该着关心的问题。那么复活，人会复活啊未啊？伫圣经内面6章23节罗马书，伊讲，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独有神的恩赐，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乃是永生。伫耶稣内面才有永生。这个罪是带来这个死亡，独神的恩典啊，要接着主耶稣基督，咱信靠伊，咱就伫耶稣内面才有永生。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的代志，也是讲到真多。伊讲如今啊，将一件奥秘的代志要甲咱讲。咱逐个人毋是拢急要需要着困，伊说毋是逐个人会死啊，乃是拢要改变。就是伫一刹那，目睭一瞬目的当中啊，当迄个天使、迄个河童啊，奔好啊、车好啊，要奔要车向的时阵，死人啊就要复活，要真做未朽坏的。咱要改变，伊说这个未歹身躯，未歹的，这下歹的身躯啊，要变做未歹的、未朽坏；这个会死的，要变做未死的。当咱复活的时阵啊，主耶稣降临的时阵，或者伫主耶稣内面、信靠主内面啊，因的身躯要复活起来，叫灵魂联合。到伫神的国度内面，这是复活。所以，咱会复活啊未啊？好人歹人啊，伫圣经内面拢要复活。复活了要干哪子啊？每一个人世间对古早到如今死去人，逐个人拢要徛伫上帝白色的宝座面头前要受审判。原来是伊的名。若无记录伫生命册内面啊，因要忝伫黑湖内面。记录伊的名，记录伫新生命册内面，伊的意思就是，我是信靠主耶稣内面的人，因的名字要记录伫生命册内面有生命，有永生。那么，无记录伫生命册内面，我忝伫
流亡的黑湖内面，永永远远伫遐受苦。这是一个真惨可怜的代志。咱若倒去了后，咱也读个这个启示录20章迄个所在，也甲咱讲跩复活的代志。最后咧讲一个人啊，就是哈巴谷先知的问题。这个哈巴谷是谁啊？是旧约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啊，伊是伫犹太国要灭亡土外国侵略，城市要互人攻破，这个圣殿要互人毁坏，内面的物件要互人抢去，人要可以掠去外国，要甲伊放火烧，赶将这个国家毁灭的时阵，伊心内真痛苦，伊真痛苦啊！为什么啊？因为伊知影上帝要找一个外国人，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国啊。巴比伦国伫倒落啊？就是伫以色列的北方的一个强国啊，一个军事力量真强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军事真强，但是伊的罪恶比以色列人搁较深。伊教的，因为靠着军力啊，伊称呼家己是认为家己是神啊，伊就到底烧杀抢夺就将这个国家毁坏，真可怜代。但是啊，这个哈巴谷啊，真唔甘心，向神发出一个问题：是神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犹太人虽然有罪恶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找一个比阮搁较不义的、比阮搁较歹的、罪恶搁较多的国家来刑罚你的百姓、你的国家呢？上帝怎样回答啊？上帝回答，伊讲巴比伦啊，上帝找巴比伦来教训伊的百姓。这个上帝唔但要教训伊的百姓，伊这个巴比伦国，上帝也是要刑罚因。上帝将来有一日也是要刑罚这个国家。互这个以色列人啊，将来有一日啊，有法能够起来，有法能够复活到伊的国度内面，家己的国家内面。当上帝向伊显明神的旨意的时阵，虽然这个巴比伦遮歹，但是上帝仍然要教训要刑罚这个罪恶的国家巴比伦。以色列人以后啊，要得到这个复兴。当伊看到上帝，听到上帝的旨意，上帝向伊显明伊的心意的时阵，增加了伊的信心，增加了伊内面的迄个喜乐甲力量。所以伊后来安尼讲啊，伊说虽然无花果树未发旺，葡萄也未结果子，橄榄树也未效力咯，田地也未生产出粮食啊。伊个羊群内面也无羊咯，牛条内面也无牛咯。讲到6项的代志，伊说连理，我要因着耶和华来欢喜，因着救咱的神来喜乐啊！这个哈巴谷听到神向伊显明伊的心意的时阵，得到了真大的信心。所以啊，以后伫苦难当中，虽然看无到，仍然伫这个黑暗当中，但是伊看到了光明。伫绝望当中啊，伊仍然看到希望。所以上帝啊，伫互伊有信心的时阵，就增加伊内面的力量。
互伊喜乐的心啊！伊讲伊的骹亲像鹿咧走发筋啊！伊的骹要得到安稳，要继续向前奔跑无停的来向前进。所以当一个人失去信心的时阵伊是一个软弱的、无喜乐的，心中有偌侪疑问袂快乐、无平安。但是当伊得到上帝的启示，伊就对这个黑暗当中，伊看到光明；在绝望当中，看到了希望；在苦难当中、伤心当中，要得到喜乐。伊失去力量的软弱的时阵，要得到力量。这就是信心所要讨咱的想事。所以，咱每一个人无论伫困难当中，咱应该着来向神祈祷。咱问神为什么神可能就会予你答案？或者神现在未予你答案，可能要等到一个时期、一个日子，唔知影什么时阵，上帝要予咱看清楚，为什么会安尼会予咱一个答案。咱亲像伫哥林多前书13章的路尾站，会安尼讲咱今仔日伫世界内面拄着真侪问题咱看到世间的代志模糊不清到底是安尼还是安尼？到底是这个 virus 上创的？咱现在模糊不清，个人去讲个人的话，但是有一日伫上帝面头前恁要就面对面上帝互你知影，亲像人面对面，甲咱讲清楚，互咱一个清楚的答案，一个回答。感谢主的恩典，你今仔日可能伫一个困难当中，你有心内有真侪问题要问神，但是今仔日，这亲像哈巴谷是安尼，你可能现在伫这个黑暗当中，你看袂出光明，但是袂要紧，咱只要伫神的内面，相信神，伊是一个大能的上帝，伊是仍然现在伫伊的王位内面仍然做王的，世界仍然是控制伫神的手中。咱可能现在亲像无花果未发旺，亲像葡萄树未结果子，亲像田地未发粮食，真侪逐日一礼拜有6日的逐日叫问题这亲像哈巴谷有讲到6项代志咱就一礼拜一日到第7日得到上帝的恩典看清了敬拜上帝，看到上帝的恩典的时阵伊就喜乐起来，伊就有力量起来，光明黑暗变光明，绝望变希望。诗篇68篇第19节安尼甲咱讲，伊讲天天陪护咱重担的主伊就是拯救咱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套讲到诗人讲到说，上帝是逐日陪护咱重担的主，伊是拯救咱的上帝。咱着学落伊，着赞美伊，因为伊无互咱绝望，伊是互咱盼望，伊毋是互咱黑暗，还是互咱光明。伊是互咱暂时的，还是互咱永远的？毋是受咒诅的，咱是祝福的，咱是荣耀的。所以今仔日兄弟姊妹，你无论处伫任何的环境当中，心中可能有千千万万的问题未明白，但是咱应该凭着信心，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头前，来信靠伊，来顺服伊。因为伊要改变咱的生命，改变这个局势，改变咱的现状，是光明，是盼望，是喜乐的，是永远的，是荣耀的。咱感谢主的恩典，咱三个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今仔借着你的信息来
刚强勉励阮的心。阮虽然有真侪问题，亲像保罗，亲像约伯，亲像哈巴谷，或者也有真侪人生的问题，无法能得到解答。但是阮感谢主，将来伫神的面头前，伫主的面头前，亲像一门镜，即要面对面。咱今仔日对着这个模糊的镜来看代志，模糊不清。但是将来伫上帝的面头前，亲像面对面，上帝要互咱一个清楚的答案。感谢主，咱应该着用吞忍的心来听候主的时间。求上帝祝福咱每一位，特别是伫这个 coronavirus 当中，伫苦难当中，咱来倚靠神，互咱的增加咱的信心甲盼望。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